廖俊雄係新界四大家族，廖氏家族後人，喺新界上水長大。父親廖潤森係前上水鄉村長及新界鄉議局前第一副主席。作為演員，佢最為觀眾熟悉嘅角色係喺翁美玲主演嘅經典劇《天師執位》裏面飾演大粒麥胡一招。1978年，廖俊雄進入無綫電視第8期藝員訓練班，同湯鎮業、李成昌、魯振順、艾威、陳安瑩等同期同學共同學習。佢話：我17歲嗰年踏入演藝圈，因為不喜歡讀書，朋友介紹我進入 TVB， 冇諗到一做就係20年。當年翁美玲因為感情問題自殺，引起轟動嘅時候，湯鎮業遭到眾人指責，而作為兩人好友嘅廖俊雄，亦都曾經為自己無法開解翁美玲而感到自責。佢回憶話：當時我同湯鎮業一齊喺廣播道租屋住，近距離睇住佢哋拍拖。翁美玲離世前一晚喺公司見到佢，我問過係咪需要我留喺屋企陪伴佢，佢話唔需要，最終就咁樣啊。1997年，廖俊雄同無綫電視約滿，最後一部參與嘅電視劇係《鹿鼎記》。